失傳嘅入關法究竟要點樣觀？呢一集淨土宗概論喺6分20秒為你精準揭秘。淨土宗概論講記38.7往生禮讚一卷，下面簡單介紹往生禮讚。往生禮讚全稱往生禮讚偈，簡稱往生禮讚。禮讚又稱六時禮讚。本書目的在於勸一切眾生願生極樂。往生禮讚第一句就係話，勸一切眾生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國。六時禮讚偈內容係將一日分為晨朝、日中、日沒、夜初、中夜、後夜6個時段，教導於六時之中各唱讚文而行禮懺之法，為尋常行法5種正行中別名禮拜正行，坐入清明正定業。阿彌陀經就話晝夜6時雨天曼陀羅花，將一日分成6個時段，教導於六時之中各唱讚文而行禮懺之法。往生禮讚有讚偈之文，亦都有南無至心歸命禮等等嘅至心禮拜，亦都有發願懺悔回向念佛等等具體嘅內容。呢個係尋常嘅行法，係日常可以做嘅。本書由前序、正讚、後序3段組成。前序、後序顯明願生要義，正讚是正修儀則。往生禮讚主要由3段組成，就係前序、正讚、後序。其中前序、後序係最明顯願生嘅要義。正讚係說明正修儀則，就係點樣修持禮拜。往生禮讚一前序，釋顯要義，略述造義。2正讚經說，日沒禮讚、夜初禮讚、正讚論說、中夜禮讚、後夜禮讚、正讚師說、晨朝禮讚、日中禮讚。3後序，結歸本願念佛。正讚係有6個部分。第一係依據無量壽經有12光明如來、日沒禮讚等等。第二就係總結無量壽經，主要係經文分成6段。第三係龍樹菩薩嘅讚偈。第四係天親菩薩嘅讚偈。第五係驗宗法師嘅讚偈。最後就係善導大師自己寫嘅讚偈。其中最重要嘅係以下嘅部分，其中前序所明淨土宗之安心起行作業，本願清明二身，專集二修得失。正讚中大師自選之禮讚偈，同埋後序嘅本願48字式最為切要。善導大師嘅著作喺中國冇完全傳承落嚟，不過呢本往生禮讚就冇失傳，佢被記錄喺智星法師所編集諸經禮懺儀裏面。呢本書流傳落嚟，呢本書裏面講嘅係專集二修得失，係好懇切嘅。中國淨土行法，自從善導大師提倡專修念佛、清明正定業之後，就一直被貫徹落嚟，冇改變過。呢啲都係全靠呢本往生禮讚嘅傳持。往生禮讚喺5種正行中屬於行而分，所以喺教理嘅開顯方面，亦都唔及觀經疏咁完整、系統有規模。但係佢喺專集二修呢一方面有一段文：若能如上念念相續，不命為奇者，十即十身，八即八身。何以故？
無礙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不違教故，隨順佛語故。若欲捨專修雜業者，百時希得一二，千時希得三五，何以故？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信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憶想間斷故，回願不因重真實故，貪嗔諸見煩惱來間故，無有慚愧懺悔心故，又不相續念佛彼佛因故，心身輕慢，雖作業行，但與名利相應故，人我自服，不親近同行善知識故，落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蓮池大師亦都曾引用呢一段文，歷代唔少大德亦都有引用。又為利淨土行人之念佛相續，本書提及十聲稱阿彌陀佛之臨睡入觀法，稱大有現驗。臨睡之前，十聲稱南無阿彌陀佛，然後發願，若入觀及睡眠時，應發此願：若坐若立，一心合掌，正面向西，十聲稱阿彌陀佛，觀音世智諸菩薩，清淨大海眾境。弟子某甲，現是生死凡夫，罪孽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日遇善知識，不聞彌陀本願名號，一心清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本雲，誓願攝受，弟子不識彌陀身上光明，願佛慈悲，示現弟子身上觀音世智諸菩薩等及彼世界清淨莊嚴光明等相。到此語意，一心正念，即隨意入觀及睡，或在正發願時即得見之，或有睡眠時得見，隨不自心，此願彼來大有現驗。意思就係話，我某某人業障深重，不得見阿彌陀佛佛身上光明及極樂世界種種光明景象，希望阿彌陀佛加持，喺睡夢之中俾我見得到，然後念佛，睡覺入觀，大有現驗。善導大師話，有啲人就喺正講發願嘅時候，突然就見到極樂世界啦；有啲人就發願完，喺瞓着咗嘅時候就有睡相。若入觀及睡眠時，古人修行係唔浪費時間嘅，有時間就入觀，晚上疲勞啦就要瞓覺，瞓覺亦都唔會浪費時間，有一定嘅儀則。一般世俗人瞓覺之前可能會睇電視，電視劇裏面打打殺殺，一睇完頭腦暈陀陀咁，然後就唔知點樣瞓着咗啦。喺睡夢裏面都係仲喺度打打殺殺，日頭嘅景象仍然喺個心裏面，瞓得唔安穩，夢裏面亦都唔安詳，唔清靜。如果瞓覺之前能夠念佛，令到心神安定落嚟，同時將一日嘅塵勞打掃一遍，咁樣瞓覺之前就消咗毒啦。白天喺外邊忙咗一日，心裏面吸收咗好多嘅負能量，唔乾淨嘅嘢，就好似吸塵機一樣，有好多塵垢污糟嘅嘢吸晒入嚟。瞓覺之前洗乾淨，唔單止身體要洗，心亦都要洗，咁就係念佛，咁樣瞓就會好安穩。應發此願，若坐若立，一心合掌，正面向西，十聲稱阿彌陀佛，觀音世智諸菩薩，清淨大海眾境。主要係念阿彌陀佛，然後發咩願呢？弟子某甲，現是生死凡夫，罪孽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日遇善知識，得聞彌陀本願名號，一心清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本雲，
誓願接受。呢啲話雖然係好短，但係讀起嚟令人覺得好有力度，能夠深入我哋嘅心，確實係咁。弟子唔認識彌陀佛身上光明，我哋唔認識阿彌陀佛，冇見過阿彌陀佛身上光明。願佛慈悲示現弟子身上觀音、勢至、諸菩薩等及彼世界清淨莊嚴光明等相，令到我哋睇到阿彌陀佛你嘅身上聖眾同埋淨土。到此語意，一心正念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先念10聲，然後念法願文。講完之後仲係念佛，即隨意入觀及睡。隨意入觀就係要入觀嘅時候，亦都係咁樣念。晚上瞓覺之前，亦都係咁念，念住佛嚟瞓覺。或有正發願時，即得見之。呢個可能係善導大師本人一發願就見到啦，其他人唔容易。亦都或者係上根嘅弟子先見過，或者係瞓覺嘅時候見過。每一日晚上我哋都係咁樣祈禱，晚上就見到啦。隨不至心，除非你唔係虔誠，不至心，此願彼來大有現驗。善導大師弘揚唔係虛嘅，佢話如彼日自見聞，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集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身，收集不至心者千中無一。如彼日自見聞，就係話我近來所見到聽到嘅彼來大有現驗。最近聽聞有好多人都係咁樣修行，都話我見到佛啊等等，好靈驗噶。各位有冇現驗呢？我本人就冇現驗，仲未有喺夢裏面見到阿彌陀佛嘅身上光明同埋極樂世界嘅莊嚴光明相。咁樣講明我嘅業障太深重啦。前面講罪業深重，我哋嘅罪業極其深重，但係得益有深淺，我哋念佛仍然係有利益嘅，瞓得比較安穩。另外有好多人講喺學佛之前經常做噩夢，好恐怖，瞓覺唔安穩，但係我念佛之後就好安穩啦，再冇發噩夢，冇人追殺我，瞓覺比較安定。呢個我聽起嚟亦都係彼來大有現驗。善導大師話見與不見皆是佛因力，我希望見彌陀身上，有人見到，有人見唔到，見到或者見唔到都係佛恩德。佛根據眾生嘅根基嚟度化，或者有人見到更利於佢嘅成長，或者冇見到更有利於佢哋嘅善根增長。呢啲都係不可思議嘅。有啲人感覺佢點解念佛咁長時間都見唔到佛㗎？我點解一直都冇見到嘅？只係我哋抱住信心，見與唔見都係一樣嘅。其實阿彌陀佛嘅身上光明亦都包含喺六字名號當中，觀佛、念佛法門係一體嘅，以六字名號嘅功德接受呢一切。我哋只係只管老實念佛，呢一輩子總能夠見到嘅。我哋抱住呢個願望唔放鬆，肯定能夠見到阿彌陀佛。可能唔係正發願嘅時候，亦都可能唔係瞓覺嘅時候，而係臨終嘅時候。48字釋係好有名嘅，就出自喺往生禮讚嘅後序。另外仲有善導大師寫嘅一首讚佛偈，非常之好。為正上人就專門講解過呢一篇開示，叫略說善導大師讚佛偈之深廣內涵。呢一首讚佛偈有8句，我哋而家早晚課都係念呢8句嘅讚佛偈。
彌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六方如來書舌證，專稱名號至西方。到彼花開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呢一首讚佛偈內容特別廣大圓滿，佢亦都將淨土三部經嘅教理都濃縮起埋一齊，一首偈子就完全展現出嚟啦。呢個係非常高超嘅。喺呢首偈子裏面，修行嘅方法、往生嘅得益、十方諸佛護念、彌陀本願嘅加持同埋理論都非常完實。彌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呢啲就係依據觀經第九觀所講嘅，唯有念佛蒙光攝，呢個就係第九觀嘅。當知本願最為強，呢個係無量壽經第18願，涵說得非常之好。六方如來書舌證，呢度就係阿彌陀經裏面嘅，專稱名號至西方，呢個就係最後嘅得益，往生嘅利益。接落嚟就係到彼淨土嘅利益，入報嘅利益，到彼花開聞妙法，唔使留喺蓮花胎裏面，直接花開見佛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所謂超出常倫諸地之行，利益都係非常殊勝嘅。